大家好。咁咧，小紅點咧喺今個星期咧就同大家去分享一個公開課啦。咁呢個名有啲長嘅，佢就叫做兒童醫療友善與藝術介入的10堂公開課。我哋好開心啦，可以請到藝術治療師，跟住之後可以請到兒童醫療輔導師，亦都有醫院小丑，咁即係我哋啦。咁呢10堂公開課咧，跟住之後其實都非常之豐富嘅內容。其實我哋係希望可以將兒童醫療友善嘅呢一個理念咧帶到去俾澳門更加多人知道。那我很開心接受到邀請，今天早上是跟大家分享兒童醫療輔導到底是什麼東西，分享一下我在台灣執行的現況。那下午是帶領大家一起參與醫療遊戲的部分，讓大家感受一下小朋友要是在醫院很苦悶的時候，可以做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舒緩自己的緊張和焦慮，這樣子。就很開心有遇到例如香港來的醫師，還有澳門當地護理學院的老師，都給我很棒的回饋。那下午看到大家真的很盡心的投入在創作裡面，他們也都回饋說，就是覺得很有趣，得到療癒這樣子。那很開心參與今天的活動。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小丑生病記》呢一本書啦。呢本書係希望俾喺醫院嘅小朋友，如果佢哋覺得好害怕或者好孤單嘅話咧，透過呢一本書，令到佢哋知道係有人關心佢哋嘅，陪伴佢哋，令到佢哋感覺會被安慰。咁住今日嘅活動啦，可以將呢本書嘅信息帶俾更多小朋友。我哋今次將呢個分享呢本繪本去到咧公園嗰度咧，同小朋友進行嘅。咁其實咧，我覺得係好特別嘅經驗，因為咧，我哋其實好想將呢樣信息傳出去，但係咧好多時候可能唔係好多小朋友我哋接觸到啦。但係今次咧去到呢個社區咧，我哋接觸到呢度嘅兒童啦、家長啦，甚至佢哋工人姐姐咧，咁咧我哋能夠咧公園入邊同佢哋一齊玩互動遊戲啦，一齊睇一本嘅大版嘅繪本啦，有機會可以下一次。今次為大家帶嚟嘅關於澳門嘅兒童健康服務嘅一個狀況，我哋希望可以通過今次呢一個嘅講座呢，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好嘅去了解澳門嘅兒童服務係如何開展嘅，有啲乜嘢嘅需求，未來可以努力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兒童嘅醫療輔導呢係一個缺口嚟嘅，我哋依家去宣揚一啲佢嘅好處，咁要真正去做到呢，咁仲需要大家各界一齊去努力。今日咧在座嘅有唔同行業嘅朋友咧，有嚟自醫療界、心理服務，亦都有家長嘅，咁都表示咧，通過呢一個嘅講座，對澳門嘅兒童健康服務有咗一個更加直觀嘅了解。咁我相信佢哋對澳門嘅兒童服務係更加有信心嘅。